16岁长青春艺术节核心节目青少年伴戏计划，自3月份起招募48位16岁到18岁校员参与这次的原创戏剧作品。该计划由市府文化局甲影响新剧场合作，得到文化部甲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支持，将府城做16岁传统转化为现代青少年的艺文青年礼。今年主题定为 Real Me， 和青年朋友透过戏剧演出展现自我。这个活动呢，最早事实上源于就是台南特有的做16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那早期的做16岁呢，事实上就是一个宣示我长大了这样子的一个仪式。可是呢，我们其实在回到文化、回到艺文的一个层面来进行思考呢，我们更期待16岁之后的你。那如何透过艺文表演，如何透过戏剧，如何透过各种艺术的参与，然后找到最内心的那个自己。所以正好呢，也呼应了我们今年的主题，就是 Real Me 真实的我。那我们更期待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活动，那让现在16岁的你，然后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域里头，好好的呈现真实的自己之外呢，事实上也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勇气，然后拥有更多对于生活层面的一个感动。那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，就是透过各种不同的活动呢，去分享出去，然后也邀请大家就是从7月5号一直到8月底，那关注我们今年的16正青春的一系列的活动。今年演出时间为8月15到17，总共4场，欢迎买票入场支持。除此以外，7月份将启动街头文化月，安排嘻哈讲座、饶舌、街舞、涂鸦甲 DJ 课程，并举行 Power Summer 2025各高中联合舞展。8月8号到24号将推出世界展《往山里去，重新回来》。邀请艺术家浮游人分享创作，亚洲活动16未来式青春小剧场户外展演市集，将伫咧8月16号到17号登场。文化局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台南上青春的艺文 Party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